一張好嘅刀，你要懂得點樣愛佢，捉緊佢咧。而呢個手指公要喺個頂嗰度，咁你撳住佢嚟前後，咁你倒翻轉頭，將個手心撳住個中間，因為你撳住個中間，你繼續咁磨嘅話，嗰張刀將會變成咁，你張刀咧就會似啲薑絲啦，最早期嘅步驟嘅。咁佢點樣片薑？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傳統嘅中餐嘅基本入學方法。咁至於海鮮啦，海鮮如果我要睇佢切唔切得好嘅話，起唔起到骨，靚唔靚？咁呢條倉魚起得好唔好呢？就要睇佢點樣落刀，乾淨利落，又唔黐骨，而且就係一氣呵成。